天耀，你好啊。係，hello。嗯，誒，我知道咧，嚟緊你哋會去廣西榕心茶旅喎。咁想知道咧，點解你要搞呢個團咧？其實係4月底咧，我親身去過廣西榕心谷呢個地方，被嗰座茶山同埋嗰度嘅景區咧嘅搞呢個組織嘅人咧所感動啊！佢哋好有心咧，就將茶文化，包括咧點樣係做生態種植嗰啲有機茶啦，點樣帶大家去採茶啦、製茶啦，同埋去品茶喎，成個一套咧都可以咧係分享同埋體驗到嘅。咁我就覺得好正啊！好希望咧自己又再去一次，同埋帶多啲香港朋友去嘅，呢個係主要嘅動機。嗯，咁呢次行程有咩亮點啊？哇，真係多啦！嗰個地方咧係一個咧好適合我哋夏天去避暑度假嘅地方。去到嗰度咧就比我哋城市嘅溫度低幾度嘅，好涼快，而且咧好滋養，因為咧嗰度都有一個溪谷啊，有山有水。咁並且咧嗰度我哋都會有去一個玉林嗰個地區嘅一個夜市啊。我諗好多香港朋友都中意逛夜市嘅。仲有最後嗰日咧，我哋會逛一個叫羅村嘅地方，有一棵1000歲嘅荔枝樹啊。同埋嗰度本身係盛產好多文人同埋進士嘅一條古村嚟嘅，都有人文啦，又有大自然嘅特色嘅體驗啦，好值得推介俾大家親子家庭去嘅。咁邊啲人適合去咧？冇錯啦，大家都放緊暑假啦，我相信有長暑假嘅老師啦、家庭啦，同埋呢啲細佬哥咧都好適合去嘅，同埋對茶呢樣嘢好感興趣，想了解多啲，甚至乎親身去採茶製茶嘅朋友咧，特別唔好錯過。咁嗱，你哋準備出發啦，你而家嘅心情係點㗎？哇！我嘅心情咧就係其實好期待嗱嗱聲，聽日就出發，因為呢幾日咧香港實在好熱啦。而家我先俾太陽曬緊啊，我都好希望去嗰度避下暑啊，同埋飲下茶。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哋行程中一個彩蛋咧？哇！咁一定要講啦，我哋會有一個下晝咧就同大家玩情意自然溝通卡，用呢個溝通卡咧嚟促進我哋人同人，包括我哋嘅同隊嘅親友啦，同埋團友啦，同自己同埋同大自然嘅關係嘅。嗰度溝通卡咧已經係推出咗幾年，好受歡迎嘅。呢個係特別嘅彩蛋，多謝你分享啊！唔好客氣。